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晡日嘅节目啊，是现场来播出咯，大家都第3段嘅时间做定 call in 落来。韩国今晡日节目底都爱同大家讲乜嘢咯？大家就底好，你下禮拜就係你 Q 六嘅過年呢。當年啊，年30安部客家電視會有乜嘅？前兩年咧，年30安部看台戲，我來陪大家鬧夜漸漸嘅過新年。今年咩慶用？韓國今年嘅戲曲啊，係由你國立台灣戲劇學院也條欣賞韓國學生嘅幾條共同來製作嘅，也就當精彩也就客家戲劇哦。唔過今年來賓，哎喲，很大牌哦，是我們重量級的來賓。唔過一下先莫同大家講係馬啥，先來看一套樣片。大家好，我係李東俊，希望大家愛應嘅支持客家電視台。今年呢，你國立台灣戲劇學院貼片為了新春客家大戲做一出蓬萊情報嘅鳳涼春。嚟，呢條擺度呢做一個黃田嘅角色咯。30安部7點半，我哋看你嘅房間裏有滿呢個蓬萊島，要嚟抓寶哦！希望大家今年的順利多好年，天天都愛用快樂開心春太前。哇，很精彩哦，很精彩哦！故事一下就結束了，歡迎你今日重量級的來賓，歡迎李東俊，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就是專門表演客家大戲嘅李東俊，大家好。哇，真的是偶像級的老師來了。接下來3號來面係你動腔非常厲害的梁月英梁老師，歡迎梁老師。大家好，我是國立台灣戲劇學院的江陰台南藝術總監梁月英，大家好。好，同歡迎兩位來到你節目現場哦，同大家講廿八啊年30安部客家電視台我來播出咧廿出戲劇，那麼該再個同大家講一遍，韓國你播出的時間係乜嘅時間？廿出戲係你曲名動貼片，係全新嘅一個創作，係蓬萊情報黃涼春。廿出戲30安部就下禮拜，對，下禮拜。新客嘅正月27，拜5安部頭7點半，大家是同樣方式睇電視機都打開來，準時來收看蓬萊情報黃涼春。哇，聽說係多精彩，有看到嗎？剛才那個精彩的畫面有多精彩？那個李東俊老師跟木神。我學不出來，但是李東俊老師真的很厲害。唔過廿八一開始沒有講到吼，廿八嘅戲劇係由國立台灣戲劇學院新生同學生嘅共同來製作。唔過廿八佢就有一隻新嘅名，叫青年實習劇團。這個青年實習劇團廿年係第一擺，這是第一批嘅學生嘅來演出，好冇？對，故說要這青年實習劇團用為有要這劇團的呈現，因為他講就提供戲曲學院懂從事呀學生的戲曲這方面的培育跟演出，但是怎麼這次會有這個劇團的呈現？我希望呢個主持人，因為咧台灣戲劇學院呢，佢本身呢，佢係培養呢個優秀嘅呢表演人才，喺我哋佢就豐容呢個戲劇文化為目的嘅。學校呢非常重視呢個產學合作，所以本來學生呢，佢要學到嘅要舞台後邊嘅表演，所以呢呢出學校呢，即學校各項內呢，佢要佢嘅特色。其實呢，所以呢，呢禮拜呢，是個校長呢非常嚟盡心嚟嚟教習啲嘅學生啊，喺我哋畢業嘅呢個校友嗬，共同對呢個客家戲劇、呢個音樂、喺舞蹈、呢個特技、特技嗬，有興趣嘅青年、客家青年呢，全部來參與、來參加兩樣呢。呢是加入呢東俊老師呢來編劇，然後來留佢編出出啲出戲啊，喺留啲嘅學生呢來訓練呢個能夠從呢個客家呢個青年嘅劇團，當然呢係歌唱啦，非常辛苦嗬，辛苦呢就培養嘛，培養呢本地嘅學生呢，冚唪唥呢出嚟有乜嘢呢？對呢傳統文化嘅
推行，韓國了學人用扮演嚟來推廣安尼客家文化嘅創新嘅文化嘅藝術。所以呢一點呢，安尼也學校咧平常嘅時候來培養學校，讓安尼嘅職場。作為一個平台了哈，安家學校是等一個那個育成的單位，所以是感覺一個銜接的感覺，對，一個銜接哈，然後銜接之後呢，你要把那訓練培養出你全方位嘅那個非常嘅專業優秀嘅那個藝術文化人才。古時候係所有在學校嘅學生嘅，大家就做得上愛去參加，就做得去參加。對，係。不過要練習的時間啊，因為大家就離這個戲曲學院的學生家的課業當中啊，你是都要愛上課，又還愛練功，他們的行程是排得非常滿的，而且其實上課都是很累動嘅耶。對，早上5點半放床，同時練到暗晡頭7點半。所以禮拜，感覺學校附設的這個青年實習劇團，然後意義非常的深遠。大家就提供，大家就台灣的本土的那個文化哈，不管係劍戲，還是講歌戲，還是講客家戲，其實當到5輩、當到的單位，大家都在成立青年劇團。對，因為大家有發現到。戲曲好像新秀越來越少，沒有人銜接這樣的一個文化工作，所以當到的5輩這個藝文界開始這個培育這些新秀。當然，身為我們是專科在培養戲曲人才的單位哈，董家那個我們大家長，我們的校長這個落實了這個青年劇團哈，本當到頭擺。客家劇團咧時常攞嚟聊天嗬，講當到學生嘅培養出來，如果到舞台檔，佢就會強闖，就他們比較少演出的經驗，因為他們在學校就是練習，他們比較少是登台，真的是當一個主角，或者是可以做戲，他們就會強闖，或者是經驗的不足。對，那大概青年團就剛好是中間的一個橋樑。就是他們可以學了以後，在這個劇團呢，然後做一個磨合，做一個學習，真的是站在那個舞台中間的時候，當他們去到外面的劇團就很快就可以上手。所以就是現在很流行講的，它是一個滿滿的大平台。剛開始說按你兩位欣賞應該都懂辛苦，因為平常像李東俊老師，平常第學校的時間會上課，給課餘的時候也是你課餘的時候，是，你也是犧牲你的按晡頭的時間，還有假日的時間，韓國2日的時間，就來皮下的學生嘅來訓練。不過看到有學生誒，他們自己有心想要學。就甘之若飴啦，覺得有這個價值，所以這都是大家自願去參加這個實習劇團，絕不強迫的。哇，古說我想講，應該所有的學生誒，大家就當用心地給學習，因為他們是非常樂意、非常想要去參加這次的劇團，因為有舞台嘛。對，這樣就有舞台可以演出，不然一般如果沒有實習劇團，大家會得到演出的經費，一般來講應該是怎麼樣的？來得到這個？除了校內自己的。一些成果發表，那基本上就比較少。所以在青年實習劇團開始以前，他們要有一些表演的舞台，要有一點表演的經費，很難呢。很難。所以因為有了這個青年實習劇團亞拜，這是他們第一次。頭一拜。做安泰的戲曲。哇，亞出戲有幾場誒？2點2鐘。140分鐘。哇，跟有幾多少演，所有的工作人員好，因為工作人員一定也有學生，對不對？對。所有工作人員有幾多少？有100啥？包括樂師、演員、工作人員、劇場技術人員、燈光、技術、服裝、所有的，古時候真的是大製作哎。每排戲一拜就便當就是100個。對，那這是這麼大的製作，大概時間開始來練習來籌備的。籌備其實時間已經就計劃這個。這個節目的時候，其實醞釀思考了很久。這種因為記得會學生誒，所以參加用個演出就做唔嚟撈虧，所以希望真的為他們量身打造的一個劇本，所以就跟這個製作藝術總監就是討論了很久，用的本來說也看起來精彩學生誒又可以勝任，他們的程度又是能夠表現出他們的能量跟特質。對，所以這劇本。下了很多的心思，待會跟大家聊一聊。真的哈，聽說梁老師也說，覺得一定要讚許東俊老師一下，對不對？對，很認真。對，因為這出戲的話，剛剛東俊老師已經講過了，真的是醞釀很久，因為會卡住，因為它是個全新的編劇有沒有？因為呢，我們這次的這個叫咩《蓬萊尋寶》個《黃龍傳》呢。
全部新，但是你要有一些的考证。你不能随便是说，虽然是新编，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的考证的资料。对。所以呢，刚刚在讲，反正是等一下在那个今天他这次的演出，所以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我们这次的在剧情里面有一个头人，有7个姓。7角香哎，他在戏曲中呢，给做的全部唱出来。本太嘎堂都是说这个戏曲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那个。我们看着这个资料来念的话，都会滴滴嘟嘟在那里，他可以把它全部唱起来。就下了很多功夫，就是在于文献的考究，然后要去找一些别人的研究的论文啦，然后一些资料，然后让这些资料能够很恰当的放在剧本底部度。那一起梦讲。我是饰演黄蓉嘛，就是其实我这个黄蓉的角色，好像是在现代的这个人，我们现代人在看当时的客家人在台湾扎根的情况，所以跟我就把两个做有资料，经过全部都查得很精彩。鼓手啊，你看 Andy 的蓬莱情报风流川，真嘅係动精彩。先休息下，等下还有含卡多的东西，要同大家来分享。新嘅一年到嚟，客家电视台为大家做一出新嘅大戏，按到蓬莱情报望良村。外地地位都係做一個原住民嘅細妹嘅，按到李妹。3次暗晡7點半，請大家聽從收看哦，新年快樂！哇，很定一下哦。刚刚 Annie 啊，我们的梁老师跟东俊老师同大家共演我们的青年实习剧团。接下来赛来分享 Annie 青年实习剧团的演员，欢迎君平。大家好，我是尤君平。今本日同分喜来到也老大家分享新嘅戏曲表演节目。哇，你们也看到君平啊，君平也是他懂翻译哈。你前一部我看君平演的那个《古风少年》，对我非常的入戏，魏佳佳嘛，对不对？对。这个懂音整看，但是这一次啊，君平整个跳脱了之前的那个《古风少年》的坏坏的女孩的样子，也没有坏啦，她就是对，有点小叛逆，好不好？有点小叛逆，但是是一个千金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你是演刚刚有讲那个李木易，对不对？对，这次是演泰雅族的一个女生，她是一个算是公主，她头目的小孩这样。对，所以是饰演一个原住民的角色。对。但是听说你本来就是原住民啊，我真的看不出来耶。哎呦，对，我也看不出来。所以东俊老师在选角的时候没有特别。不是，我后来讲了之后，我说怎么那么刚好？老师说哈，你也是原住民，然后老师就说那个他也是原住民，然后就讲。根本就杜红，爱跳舞，爱唱跟原住民的歌曲，就刚刚好啊。跳舞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我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跳原住民的舞蹈，真的，就是因为这出戏，然后就去找我朋友，然后请他帮我编，就是那一小段，不然其实我不会跳，就是我这样。对，我给他功课，我说你身为泰雅族人，你应该要去找一下你们的舞蹈，很原始的，然后给表演的 PQ 表演对不对？他就觉得哇，好兴奋哦，我居然可以让我去嘎的民族的舞蹈表演来表演的地方度，对，好酷哦，这是一个寻根的感觉。东俊老师也是，因为我听说东俊老师你喺啲高中的时间，张发现去改一下讲你。所以讲你下细人较聪明吼，我跳摆细时间，我唔止讲我慢人呢，我唔讲我话到我去改好容易。因为我们卡带就带头演，带中啦。古时候我卡演亲戚讲，人来讲客家话。咩过年冇就看到其他朋友都讲好咯。像跳摆，我都记得我这段时间我朋友来讲，那跳舞，我说什么跳舞，什么跳舞听不懂。他就讲导游，我说导游干嘛讲跳舞？因为不晓得他在跟我讲客家话。对。所以他们就这段时间我就一直以为我是闽南人。是到了毕业后接触客家大戏，大家都说你是客家人，我说是吗？后来一摸一下啊，我的阿公是客家人，在中立的情况，所以然后下来 Q 本跟我的
背景的那个家庭背景故事好像哦。真的哦，而且听说你都底波啊，不用会懂都有客家精神的这些呈现，对，你总共有那条呈现。我爱是在姐弟客家中。老后老中，他们是一个共荣的一个村落社会的一个社会，所以还是在时间初天啊，不知道我是客家人以外，那我也不晓得客家人的精神是什么。说实在，我不晓得。所以你近年来开始说去给他寻根啊，或者是真的探讨客家人的精神特色啦等等，这样发现到，我如果可以把这个特色放在自己的剧本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就不会冲来哦，这样嗡嗡哈，你提供这个还卖名哦，就是希望这个客家人的精神东西放在这次的剧本底部度，就是这个黄龙寻宝还是寻什么宝？其实抓宝可梦，抓宝最近太流行了，所以我是一个虽然很内心很住的一个老人家，可是我的思想又希望能够跟现代的社会结合，跟大家可能至少有点共鸣，就把这个抓宝的概念放在这个剧里面。所以是黄龙寻宝，黄龙去抓宝，他去抓了哪些宝？一开始大家会以为是生物啊，还是什么花布啊，还是擂茶呀？你说客家的精神，这精神，那很多东西，我觉得就变成是那个是很内在的东西。一般人都会认为是什么？那我就探讨了好久，其实是有一次在读一个文献当中，他就有一段就是说，你太家就提供，他提到客家文化、客家精神，就清宫就会没擂茶，就会客家花布，我就等，提供在整个台湾客家人可以看的那个过程，他看到的精神非常改，就是有3样。后来我就把这3样很巧妙的把它编在这次的寻宝的最后一个精神所在，就是一个担杆，因为以前人要耕种，要开水，要才能耕种嘛哈。一个要播种，要开垦，所以一定要脚头，对，要脚头就是锄头。还有一个是太阳怎么照，他们不会进冷气房，他们就是拿立马顶着太阳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一个天地水。对，然后研究到这3样宝物了以后，突然又发现客家的宗教文化是那3观太体，3观它的3观就是天地水3观，就跟这个3个宝物就契合，对，这就是我新发现的客家精神。哇，新的客家精神就会压伞红，韩国还有这次对，为什么会有李木易这个原住民女孩的角色？刚刚讲到精神以后，我在这个客家庄长大以后，我来发现东人去讲不去讲黑麦米，原因是因为地头沿地北度有很多的原住民，那平埔族的还是原泰雅族的，对，很多都做客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看到这个历史文献，就刚刚如果我阿婆为什么会跟客家人结婚？就你阿婆是原住民，是原住民，是平埔族，对，我阿婆是平埔族，所以也是桃园地区的这个族群的融合。是，所以就里面就编了一个李木易的这个角色跟客家人相恋。哇，所以下次把我阿嬷跟阿公的故事搬进来哦。真的可以，因为李木易一开始我没有看到他是原住民的扮相，但后来是汉人的扮相。是，其实就融合了，就是族群的融合，好特别哦。所以其实从头到尾的剧情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吗？有哪一些危机，遇到哪一些冲突，最后再有哪一些融合？其实我用黄那种角色，就是第一次编剧或观众的角度在看他刚可以看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遇到我看的文献，他有3个很重要的问题。桃园现在的景象基本上，他们之前开垦的时候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跟原住民如何融洽，如何的去合作，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开垦的时候，他需要找水源，他如果没有水跟磨水，他没办法耕种。对，他没办法耕种。第3个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如何的在这片环境，因为客家人都投盐的时候是比较末期、清末了，他慢了，所以讲平地都被拿走了，他们只能往深山拿了一回看。所以去到深山的对，那一条投盐呢，很多深山里面有很多那个虎尾草，虎尾草是就会刺人的，所以以前有人叫虎尾庄。母以后让客家人都为以后把茅草除掉，然后种了很多的头树。免了还爱他要把这个瓶子重新叫做头盐。
原来如此，所以由此可知，其实东俊老师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对。你看，在编剧开始就做了这么多功课，然后还要周头演，又周演。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君平的演出，你觉得君平在演李木仪的角色，他有哪一些特色是可以发挥的非常好的？其实我先以我自家本身来讲哈，大家就提供来今年开始要封蛋了哈，这旦角就是新的剧目开始都是以我的本行生行为主，所以开始要培育一些新秀。所以等到阿丹的时候，我第一个当然是要先空给这位特质。对。那君平会挑中原因是因为其实古风少年我有看几集，大家就是演一个很叛逆的女孩。你看你是叛逆啊。但不过比旁当的演他改戏的时间，我没有很注意。但我只知道这个小孩是活泼的，他就是有一股气质，是很适合演原住民。哇！对，当时就是这样很凑巧，让你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很凑巧，然后才知道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原住民。对。所以我建议他的特质去选角，就是他来这个边，他可以演什么角色？一看到，但蛮活泼的然后蛮机灵的，很技巧的，然后跟人家对话是很开朗的。对，就太符合李木仪这个角色了。那君平七嘎周李木仪的角色，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说，哪一些桥段不是你英雄懂成？他一开始就是跟之前的角色不太一样的是，以前就是演一个可能就是客家族群的小女生，然后就是比较害羞内向。这我一开始其实有问过老师说，她其实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性格？老师就说，就是原住民啊，就是活泼啊、大方啊，然后包括你的声音也要很洪亮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是一开始就是有问过老师这样。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嘛，应该是跟那个方怡老师。真的，我那是那个，我因为跟老师对戏，说实话，跟老师对戏的时间，可能大家排练时间5次，我跟老师可能对只有2次或是2次。这个对戏的角色是你的，在戏里面角色是你的什么关系？男朋友吧，男朋友，老男朋友跟客家人男朋友，客家人男朋友，原住民女孩跟客家人男朋友的结合，从素未谋面到2个人结合。他一开始有被传统戏曲束缚，就是他认为就是要含蓄，对，铁白你做个大戏，same 阿丹的就要很含蓄，就是要遮脸。对，当他在含蓄的时候，我就讲李木仪不是客家人哦，所以你不是排戏。其中一幕两名就太佛，那样都李木仪，也就他后来就抓到感觉。他说来就係李木儀，他就很大方。哇，对，所以呀，李木儀還有按到乜嘅事情？各位觀眾朋友，NT3當就愛到了，太搞咗嘅大天花 call in 來02-263-9700打電話落嚟 NT3台節目進來，就哋開始來 call in 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仲一群阿群妹，天花夾夾拿起來打02-263-9700，做啲團你天師級條前的偶像，我們的李東俊老師，還有我們可愛的君平來講天花哦。有乜嘅問題就做啲用一擺機會來問佢哋。韓國我們有通關密語，就係一擺蓬萊情報黃龍川的播出時間係乜嘅時間？我記得我同你來講一下哦。好，你哥哥先來，看一套樣片，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君平，非常可愛的。他跟我們的客家人結合，有一隻家庭以後呢，佢哋有一隻東定一下嘅舞頭哦，先來看一看。是一群孕婦在跳舞哎，對，君平也在裡面，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境啊？這應該就是族群融合了之後，對，然後兩族人就是結合之後有了一個 baby， 對。
所以这就是一个族群融合的感觉，大家都相处的非常融洽。然后接下来呢，马上我们就有一个桃园，我们在讲桃园的故事，马上就有桃园龙潭的陈小姐，陈小姐有啲先生冇啊，有啲先生冇，嗨，你好，阿好。我们的通关密语，请说是什么时候播出1月17号，嘿，按部头7点半。答对了，恭喜你！跟牛嘛，该发，我同你亚嗨来宾来讲。个董俊老师有冇动听？大摆看唔看？我哋当爱看台戏。所以是粉丝，忠实粉丝来的。我接到讲下哦。好，跟你中大客家人呢，中大龙潭安群呢。对，系啊，嘿，跟你亚拜，我听说爱看亚拜的年三十安不会太稀哦。冇问题，冇问题，因为我不卡中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不出家看一台电视。冇问题，唱听说爱看哦，什么大天发落来哦。当然了，再见。接下来是Annie竹东的冯小姐，有啲先生吗？有。有好，我们的通关密语是今年27号，按部头7点半。好哇，答对了，好棒好棒，对，真的看太感就是印象深刻。对，跟有冇该发爱同 Annie 天使机头前的演员来讲。想问刚才嘅董俊老师本人都客家人有暗号嘅戏剧好看。所以也是忠实粉丝。安用心做嘅菜戏本来就看啦。粉丝2号，你看董俊老师看几久哎？看多年了。哇，多年了，那真的是董俊老师忠实粉丝。今天是粉丝见面会，感谢，一定要收看哦。我们超不上面看 Annie 还有上我们的青年剧团演的演出咯。谢谢你，冯小姐打电话来。什么？撒下落去Annie T 3筒的屏东的刘小姐，有啲先生吗？好。你好。你好。我们的通关密语是1月27号按部1 7点半。哇，好棒！答对了。跟你头版妹有啲嘅看Annie的除夕看大戏吗？有啊，去年嘛有看。哇，当年没有看韩国呀，谈起了Annie 我们南四县的客家的朋友哦，什么？讲南西烟呢？对，跟有马该发儿童 Annie 天使机头前呢，我们这边来宾来跟我们说一下。董俊老师的戏看很久都很好看，然后之前也有看《古风少年》。谢谢。对，然后看到君平演就是古装有吓到，因为之前只有看过她时装，古装好漂亮哦，没有，真的很漂亮。光对你一下，你讲后中马该角色全部就懂讲，对不对？对，谢谢你哦，加油！年三十安补20块哦。好，谢谢你，谢谢。好，撒哈来Annie 我们的关系永小姐。喂，你好，我们的通关密语是1月27 7点半。好，答对了，好棒。跟你对我们东俊老师说他要封蛋，他说他不演小蛋了。你有看过东俊老师演小蛋吗？有，我常常追戏哦。追戏耶，13，对，每一场都有到哦。真的哦。台北哪里的桃园啊，苗栗到处都去看，竹东那些都有。超级忠实粉丝来的。对，感谢一路支持。对，好，老师谢谢。好，谢谢你哦，记得爱数看哦，听说爱看哦。好，谢谢你。对，关于老师刚刚那个封蛋这一件事情，真的觉得好可惜哦。就觉得其实还是回归到本行啦。这一次的作品，其实黄蓉这个角色我个人就觉得回归到本行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再重新再钻研。虽然讲你还可以新的角色。黄蓉也是这个角色也不是乱写，就是还是有考证哈。他也是考证的。那条拜龙潭的一个传说故事。龙潭的传说故事。是，它是一个水潭的，然后曾经就是说有乡民看到到一条叫翁龙，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龙潭。哇！所以就全部都在投研发生的事情，我就把人地
物事就全部然后给编到那个课本里面。还整色的诗篇的，然后给编出来，有我们这个真实的历史考证，而且韩国我们的客家戏曲每周都有懂得懂新的表现，我们可以创新，对不对？我觉得客家戏的戏曲啊，单腔要有传统，其实我们也要有创新的部分。其实东俊老师也按导演了，编了几多出按的新的戏曲。差不多超过100出哦。当到戏里就是从来讲有的戏里面还要看传统，对，有的唔係客家人，他们就会认为他们喜欢创新的。那我就中间就是走一个中间路线。你底杯度是传统的东西，我们有新的创意的底杯度放在其中，让不是客家人的人，就得借由这样的东西，看到客家传统的美在哪里。真的所以这一次的节目也很精彩，我们几乎是动用了学校，包括2团，包括师生，包括是综艺团的、京剧团的，好学生跟老师。就是同台演一出戏，所以底贝度还有很多的特技的部分。特技的部分，演员也有是京剧的演员跟我们合演。哇塞，影片跟相关有很多打斗的画面，因为族群出群然后出群，富雄人音色一定会有冲突，我想这是免不了的。我们这次没用传统的武打来讽刺，我们用特技。怎么可以啊？没有武打，但是用特技。对。天哪，你们 HQ 后演的后上来怎么那么厉害啊？这次真的是用了很用心在制作那出戏。你像原住民他们发现客家人来侵犯他们土地的世界，他们就我们所谓的出草猎人头来的。对。那以前大部分就根本就是不是舞蹈班，就是戏曲的武打那边就会用一个地圈穿地圈。到母以后，他们两个族群决定要合作团结的时候，又用了一个力量的一个举人，他们是4个人在用2只手搭建任何的造型，就代表是他们是共荣合作，都是用特技，没有讲话。哇！包括客家人当时要寻水源嘛，寻到水源的时候，哇，他又用一个特技绸吊，代表水的一个意象。有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画面其实是一个，但是丝绸，对不对？对。丝绸的蛋糕按你掉下来，有一闪眼就这样子掉在那里耶。然后做很多的肢体。一个女生哎。对，水仙子。好美哦！所以你看亚的后上哎，虽然亚的懂后上，不过亚的懂腔哦。韩国更多鸦片后太精彩了，我们又有一通口音要来接了。嘿 ，Animal， 你的副先生，你好。你好。我现在打通了吗？打通了，很棒。好紧张，不要觉得太不真实。对，通关密语。通关密语，1月27号晚上7点半。答对，好吧。蓬莱寻宝黄龙传。跟你们该发儿童 N 天是有奖品吗？没有。有，我们有奖品，我们奖品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杯垫，是真的有哦。然后没有啦，主要是因为我阿婆很喜欢看客家戏曲啊。对啊，我阿婆的精神粮食，所以想要来支持一下。哇，谢谢你哦。我看没有没有看会吃不下饭这样子。好，给你要不要同阿婆 Q 下来看你的除夕看大戏哦？对，我一定会叫我阿婆准时看的。好，谢谢你打电话来，什么？会。好，对，所以最后的2分钟，我想要请东俊老师，虽然他现在要封弹了，不过东俊老师给周法单的时间，真的是那个眼神真的是太厉害，不管是武生的那种威武，还是小生的帅气，还是花旦的娇媚，给全部就做得懂后，故手呀，他就要请东俊老师来示范，用花旦来跟大家讲这个《黄龙传》的这个周播出的呀的史典。花旦应该要请他来，你是专业的，我们。身段来表现一下，对，用身段来表现。我的天啊，老师，用身段比，可以的，来，我该怎么？拱手，唱太极架，为了准时收看。唱太极架，为准时收看。蓬莱青浦望两村。对，好难哦！你看一下按难的属实有没有？鼓手太家有看到这么一丁点就已经那么精彩了，千万唔好唔记得，0年30按补位7点半，听说我来收看哦。给我们什么东俊老师，没什么，我们可爱的君平来到节目现场，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下停运动欣赏，来做运动了。